大家好啊！今日咧係嚟到香港歷史博物館，而博物館咧而家咧係有一個特備嘅展覽，叫做長安萬象陝西隋唐文明展。個展覽咧係由2026年4月25日至到2026年8月24日嘅。個展覽咧就位於香港歷史博物館、夢洲歷史影像記文化館同埋1樓大堂嘅。今次嘅展覽咧係展出咧陝西啦同埋香港咧喺隋朝同埋唐朝嘅文物係超過165件嘅。唐朝咧係被譽為咧中國歷史上嘅黃金時代嘅，因為咧佢個首都咧係定喺長安。而當其時呢個首都長安呢，係中外融合嘅東方國際都會嚟嘅。而唐朝開放包容時代嘅特色呢，就唔係一舉就已經出現咗嘅。而實際上呢，佢係經歷咗隋代呢嗰陣時個雄才韜略啦，再追溯到魏晉南北朝嗰個民族融合政策而得來嗰個結果嚟嘅。經歷咗魏晉南北朝之後咧，踏入咗隋唐時期咧，胡漢嘅民族文化咧出現咗多元嘅融合。而喺隋朝嘅期間咧，開鑿咗大運河咧，就貫通咗南北。加上海上嘅絲綢之路啦，同埋陸上嘅絲綢之路咧，就聯繫咗東西。而黃金嘅時代咧，就係由隋唐開始咧就展開㗎啦。由於陸上絲綢之路嘅興盛咧，唐代咧喺西域咧引進咗好多優質嘅馬匹，壯大咗唐代嘅軍隊嘅實力，令當時咧嘅唐代軍隊咧驍勇善戰，並且咧成為戰場上嘅利器。同時呢啲馬匹咧亦都成為咧貴族嘅娛樂，而當時咧貴族咧娛樂嚟講咧有舞馬，舞馬咧即係等於而家咧奧運嘅盛裝舞步嘅雛形，而馬球咧亦都喺當其時咧正式出現咗啦。而西域文化嘅引入咧，唐代嘅服飾咧亦都有啲特別嘅。而當其時唐代嘅官服咧，多數嚟講咧係用圓領紮袖嘅，同其他歷代嘅朝代係唔同嘅，就係唐代嘅平民咧、庶民咧係可以穿着黃色嘅。喺飲食方面咧，唐代咧當其時已經出現咗紅糖同埋白砂糖嘅製作技術，而後來咧亦都出現咗最早嘅冰糖製作技術嘅。